你伫阮兜楼骹，恁拄开始就是看对方足惨啊的。拄开始敢若想要模灰，不过即马完全无共啊。我要饲伫这间厝内底哦。这所在无啥清气哦。你弄出去啦！阿爸要买迄间啊，要买啊，咱买有真正咱家己的厝啊。是安怎一定要买厝？伊为着要买厝，甲家己买做啥物款？你讲的是恁阿爸呢？要大你家己去大。我是这间厝的现任继承人啊。光去办家哟，阿林哥一定会甲恁处理了透通透透。阿林哥，阿林哥，老母甲囝儿有心格，老母放落来手尾厝，囝儿了哪处理较好？啊，若是迄间厝要厝，互丁家用感觉痛苦，我是安怎袂应该袂卖？送卤水手尾厝，对伊来讲，也可能有别款意。你甲阮母啊，到底是啥物关系？